咩么带？你叫咩个客栈方面话，你就来家飞机啊，一种内啦，还有高农这，你就来家飞机啊，飞机啊，一种累了，一种累了海盗，狗农这狗农这Esta other 农字香，饮酒来家披星啊，一种累了，海盗狗农间接，你就来家问 ask 回，非是一种累了落法律，累了海盗狗农间接，就是最高级，它表示最紧要的。哪个是最重要的呢？最重要的就是 most important， 关重要，间接。另就来个飞行一种类啦，海盗狗农间接。要煮酒，像一日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。